可以，绝对可以。我们消费者一来到这拢任何物件都会当买。可以啊，现在的话，花园夜市有200，就是使用200的面额可以换250块的商品，很棒，蛮可以促进。你家你的消费券，你200块钱加换到50，对阮夜市来讲是增加100%会好的。蛮方便的啊，而且一次性的购买又可以比较多，这样子。我觉得蛮方便的。蛮方便的啊，就是我换成比较小的会比较适合夜市。我当然会比较方便。可以拿来买振兴券吗？像你喜欢柴犬，你有没有去买很多柴犬？反正有柴犬就好。出去玩吧，花在旅游吧，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是，还不错啊，感觉很吸引人。是，还不错啊，还可以试试看。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振兴3倍券你预购了没？台南市政府经发局为方便民众在夜市消费，加码200元振兴券，可以换我手上的5张50元的夜市消费券，让你在夜市吃透透，不用担心找零问题。然而，在领到夜市消费券的同时，也能领到我手上的登录券。登录什么呢？登录的就是我们台南加码的抽房子、抽车子。登录越多，中奖几率就越大哦。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经发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经发局局长陈凯琳，在这边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3倍振兴券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经发局也特别针对夜市提出了200元的振兴券，我们可以把它换成50元小面额的5张，也就是说200元换250元。那么我们还会再送你1张登录券，让你可以抽奖，让你可以抽房子、抽车子、抽总统套房、抽游艇旅游。那么500元的振兴券呢，我们呢也一样可以换成50元的这个抵用券，有12张。那我们可以换3张的这个登录券。我想市政府呢也会贴心的帮各位来做这些服务，希望民众拿着振兴券可以到夜市，可以到商圈，有更多的消费。大家一起来振兴经济，大家一起来台南散步，好好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6號禮拜1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相信一般民眾對着改裝車的噪音一定是擋袂牢，要定情嘛相當的困擾。為了防止這款噪音的污染，台南市環保局會同警察局加監理站，要用科技來聯合稽查。相關由市長黃偉哲帶頭宣誓，要為市民的安寧把關。環保署進行全國性機動車輛噪音稽查管制計劃評比，台南市連續2檔得到良好成績。為了提供市民有更加安寧的生活環境，台南市環保局加入科技執法利器，結合警察局、監理站等單位，每個月無定期舉辦聯合稽查，針對各項違規改裝車輛進行處理，做出降低噪音擾民的問題。配合新的科技執法，我相信過去常常有人在晚上的時候就聽到這種改裝車，或者改裝的機車，或是拔掉滅煙器的重型機車，呼嘯而過。往往不僅是擾人清夢以外，我覺得其實也對整個環境造成蠻大的傷害。那有人因為這樣子精神耗弱啦，或者是覺得影響了家庭生活，跟影響了這個個人的這個生活。因此，我們覺得其實，這個時候要去取締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使其時矣。我們隨着整個生活品質的提升，我們也希望說，環保局跟我們交通局跟台南市政府。我們一定會全力來維護市民的這個免於被干擾的這個自由。台南市這處科技稽查系統是利用車牌辨識結合噪音監測採證，一般行情一套大概要200萬。不過環保局自行研發檢測儀器，只開了50萬，就會當組裝一台，大大減少計劃支出的經費。我們今天展示的這個設備呢，結合了這個噪音跟車牌辨識的整個系統，可以做一個結合，在人力、時間跟場地的部分呢，都可以獲得改善。所
那以这样的设备呢，其他县市的环保单位呢，做这样的研发大概要花了200万左右。那台南市环保局呢，我们同仁呢花了很多心思做一些改良。那我们的经费呢，大概只需要50万，也就是说1/4的价钱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同样效果这样的设备。环保局表示，自今年1月起，联合稽查勤务总共拦查511辆，其中噪音检测271辆。最后告发71台违规车辆，环保局嘛呼吁车主莫随意改装，避免造成行车安全以及噪音扰民等问题，做伙维护咱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抢占暑假以及振兴更加旅游补助商机，市府特别每下餐厅、大房甲购物等相关业者，加码推出好康券，只要大一暗就当免费摕1张。六号上午，市长嘛日前邀请民众好康到小报，而到底什么是好康券？做伙了解。暑假连伊个要来到，即届加上振兴券甲中央的补助，相信会吸引侪民众来出游。市府为了抢占这个市场，观光旅局也特别媒合了在地业者，推出台南的好康券，结合了交通、购物景点、食物件甲伴手礼，民众只要来台南大房，就会使得到这张好康券。每一个人大约会使省2000块以上。6号上午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邀请民众伫暑假期间来台南佚佗。欢迎大家来台南观光旅游。事实上，我们观旅局安排了非常好的活动哦。那凡是入住台南市的饭店就送好康券，好康券在哪里就有很多好康啊。所以说包括这个行，还有包括这个铁路跟台铁的配合。其实我们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其实，不是打折再打折这种概念，其实我们提供的是内容的充实，以及这个许多好吃好玩的地方的一个导引。那事实上，今年台南从暑假开始有蛮多的活动啊，比如说虎鲸 Orca 哈，或者是接下来中秋的晚会，还有接下来这个国庆的烟火，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也很欢迎大家来台南。观光旅局表示，即届推出的好康券是针对4大族群的需求来设计的，让游客伫享受充满特色的旅游同时，会使得到上丰富的优惠。同时也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旅游做出加码，希望让来台南佚佗的民众拢会使喜爱上台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避免囡仔歇热无营养午餐通食，宜兰林美园已经连续6档举办弱势学童免费资助计划，今年总共有12间学校，大约250位学生受到帮助。上午议员号召主办单位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以及一爱心慈善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借出抛砖引玉。伫个议员林美园的号召，包括主办单位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会、英美西主会、甲东滨爱心会等一慈善爱心团体，共同响应的弱势学童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总共有16间的学校，大约250位的学童受惠。小朋友放假以后，看到囡仔吼，拢伫外口咧行来行过去，那种拢凊彩去买物件食者。我们觉得说，这样对小朋友正在发育的，就是过程中，是对他会影响他们的发育，也影响你的发育，因为会造成营养不均衡。所以为着要让咱小朋友有个就是快乐的童年，有个快乐的寒假、暑假，同时要让爸爸妈妈很放心的去上班。所以我们在6年前，因为这一次是第6年了，我们做这个活动已经第6年了哈。在6年前，由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就是号召之下，我们受到很多的热心人士的一个就是协助，因为这个是觉得说照顾好我们幼童的一个身体健康，为我们的幼童把关让我们的幼童在寒暑假这个空窗期不会有这种身体那种健康的疑虑了我们都要带他们把关，然后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热腾腾的饭菜，然后为他们的健康把关然后解决家长的一些困扰我觉得这种
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上午出席的除了爱心慈善团体，另外还有教育局、甲南区、安平区各中小的校长来出席。教育局专门委员林古达嘛代表教育局来颁奖感谢状。讲今天在场的所有爱心的这个团体都是在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让我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也是抛砖引玉啊。我想讲，阮公部门尤其阮公部门甲咱学校会让来提醒，就是讲这部分一定要持续来重视。主办单位依照各区的学校人数，将分做4个区域，包括大拿、盐埕、昆喜湾、甲安平，由爱心团体负责来运送。另外，今年还有新团体资源回收工会的加入，以及8方开发建设捐赠的环保爱心的背包，希望鼓励学童会用的养成爱物、惜福的观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北中共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以及第6号川桥等单位，除了多年来共同治理台港旅游，同时结合在地学校，以河川作为教室，开办各种学习课程，更是难能可贵。今年所颁发的学习奖，总共21位优秀学生公开接受表扬。台港教育学习奖今年已经迈入第6届，这次参与的学校有台港地区的国中、高中、国小等10间学校参与，课程内容为守护河川、保护环境以及认识在地文化等，让参与课程的学生为当中学习守护环境的重要。这么多年这样参加下来，是自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自己对家乡的一些情怀，或是在一些各种报告上的技巧。都会有收获，人与人之间交流，然后把这个对于守护台江的这个理念传播出去，然后过程中一样就是学到很多，不管是报告技巧，然后对于家乡的感知力，然后从原本不会去关心这些议题，到去真正的想要去了解台江这2个字的由来，还有它本身的历史，还有渊源等等。在以前就是很害怕发表，但现在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常常在群众的面前做宣导，所以我鼓起勇气，用我诚恳的心意去把小台江的理念告诉大家。透过公民参与，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大家一起爱护家乡，守护河川。多元的学习也使我的国小生活更加充实。社区大学台港分校嘛，希望透过颁奖鼓励，让学生自细汉培养保护水资源的观念，实践大道公保境护生的精神。咱的细汉囡仔时阵，咱有一个水的这个佚佗啦，还是讲甲水的关系咧，了解讲迄种生态的水，有水的所在就有生态，有水的所在就有一个青翠的所在。所以今日台港流域学习奖来颁发互咱遮在地各中各校高中的囡仔，会当讲有一个肯定，嘛鼓励因日后会当讲对咱台港水有无会当去守护咱台湾的水，守护咱全世界的水，这就是咱大陆讲保境护生的精神的这个实践。就由举办台港教育学习奖，鼓励学生参与在地学习，并为当中学习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重要，共同来守护故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听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行销屏东优质农产品，屏东县政府首次甲台南大安东百货合作举办快闪特卖，活动邀请百货重要贵宾现场甲屏东的农友互动，以高规格来行销顶级的农特产。
屏东好物行销活动有别以往推广行销的方式，邀请百回 VIP 的客户前往贵宾厅，以高规格的服务，由专人将有机农产送予每一位客户试食，同时嘛邀请农友讲解农产栽种的过程，让消费者吃了更加安心。我的方式的话会比较自然一点，里面我是种那个水薄荷。所谓水薄荷的话，它是属于薄荷，就很香的那种薄荷，它本身比较没有虫，所以里面的芬香的味道很重。如果是夏天我走进去的时候，其实蛮香的啦，所以那个虫也没有办法在里面生活。我们告诉那边是水源水质保护区，所以那边就是没有污染的地方，因为它不能有种的那个工厂。那因为它是高屏溪的上游，所以那个水质跟水源都受保护的。我们自己的示范田以外，我们去带动其他的契作农，所以我们契作的面积大概有40公顷。那我们契作全部的柠檬都是做产销履历验证。这次嘛是屏东县政府农业署第一届甲台南大湾北合作，希望透过这款的合作模式，会当将屏东县的有机农特产推广给更多人知影。这次在大圆柏的 VIP 厅，我们特别带来了屏东好物的3样的一个水果精品水果，来提供给我们台南地区我们的这个VIP 厅的贵宾们呢，来进行一个选购。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屏东是一个热带水果天堂。那这一次我们带来的屏东的柠檬、屏东的凤梨，还有屏东的这个火龙果，来共同来做一个推广。那最主要目的，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在屏东的产地这些精品的水果呢，都能够来做一个销售。那这次也是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台南地区的这个龙头企业这个百货公司呢，大圆柏呢来共同合作。虽然只是一天的 VIP 特别，也有真侪民众无买到，不过无要紧。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处长黄国龙表示，会当透过邮局邮政商城来购买，欢迎大家做伙来支持优质的屏东好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海洋产业科普教育课程，预计7月25开始到8月23，总共5个题处，每题处50名额，邀请南区高中以下学生来参加。6号部市长甲区长嘛拢共同宣告活动正式启动，预计11号上午开放线顶报名。南区的黄金海岸海岸线长达4公里，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甲特色。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对近海、知影海到亲近海洋，南区区公所特别向行政院的海洋局争取经费，举办海洋产业的科普教育的课程活动，希望将海洋的教育会用向下扎根，设计科普教育的课程，认识海洋，而且佫是南区限定。市长表示，如果成果袂歹，未来嘛将扩展到各区。身为一个南区一个幸福的地方，它有绵延不断的从昆山到湾里长达4公里的海岸。那海洋委员会行政院院长提出一个政策，向海致敬。那什么叫向海致敬呢？除了就是近海，日前我们办的昆山的海水浴场的近滩以外，那就是要知海。知海就是知道海洋，从海洋的生态、海洋的教育、海洋的气候变迁，还有我们在地的产业，大家都知道我们昆许湾一带养科人家不少了哈。那我想说，夏天的时候，父母都会很担心小孩子要去哪里玩，或者随便乱跑。那我身为一个区长，也是一个女性，也是一个妈妈。那我希望说，在炎热夏日里，同学们能够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来体验、重新认识南区的海洋。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会当甲咱斗3工，互咱会当开几班了5班5梯次，1梯次50个，5梯次250个，安尼会当互咱更较侪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能够对海洋产业、海洋生物、海洋生态能够更多的了解。嘛，互咱这个昆喜湾这边遮会当有更较侪这个民众会当带咱的囡仔来对了解咱家己周边的环境。伫个龙岗国小甲南区乐龄班的学员的音乐表演声中，由市长黄伟哲甲区长的带领，宣告课程的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将对7月25到8月23，总共5个梯次，每梯次各50个名额。对7月11号上午开放线顶来报名，课程完全免费。活动会用到南区的区公所网站，或者是脸书专业要进昆士湾共创新海洋来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学生开始许诺，毛学生将到各单位实习。其中，台南市政府今年扩大举办府内实习，毛提供市长一天随行无聊的机会，相当的特别。市府表示，除了让实习的学生针对家己的专长来分配单位，嘛希望让大学生的创意会当刺激市府团队有新的思考。为了让少年朋友的想法会使伫市情当中被看到。市府今年持续来甲大专院校合作安排实习的机会，提供127位的学生到市府，针对家己的科系分配到各单位来发挥因的专长。这届除了扩大举办以外，也提供市长一日随行幕僚的机会，让学生会使更加了解市政的运作。我们希望把过去实习的过程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个我们会挑选一日幕僚。来跟着市长的行程去做更贴近的市长的这个部分跟政策的草拟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更深的体会。第二个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直接就分派到各个局处里面去做实习生，这次呢，我们会就学生适合他的，跟他自己所意愿的，想要到哪一个局处里面去担任实习，我们会事先来做适性的一些规划。那第3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实习的过程里面呢，希望还有请来重量级的业师，在学期的结业之前，会来跟他们做一些辅导，让他们对于职涯的规划更有适性上面的一些了解甚至说在这次的实习暑期的这些实习过程里面，对他们的收获呢会更增加然后更扩大。6号上午举办欢迎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主持，并现场制作饮料、凤梨清茶来祝福这些学生。跟青年学子我们签订3方合约，跟校方、学生跟市府。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也把愿意从年轻朋友们的身上、年轻同学们的身上学习到蛮多，所以基本上是教学相长的观念，而且是让你提供年轻人许许多多在政策执行或政策决定之前，内部公务机关内部的思考，这个机会是蛮难得的。跟一般的工读不同的是，工读就是我时间付出那领薪水。那事实上要能不能得到内部的更这个内部的这个决策过程的机会我们觉得是不一定要看个人，但是实习生我们是愿意把它当作学习的对象，也是学习我们也从他身上学习，那彼此可以互相交流，通过一个互相沟通讨论的方式，能够了解政府决策的形成。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市府也将邀请业师的代表举办座谈会。让实习生会使收获丰富，让因伫未来的职业发展更加顺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7月6号中嘉台南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